屋企老人家吞嚥困難，餵嘢食嗰陣越餵越心急，其實好容易整傷或者近親㗎。唔好再盲目用普通匙羹啦，大家可以用呢啲特別設計嘅匙羹。第一款，日本 OKB 一體直膠軟匙羹。呢款匙羹勝在夠軟，邊緣夠薄，就算老人家唔聽指示，唔肯擘大口，勉強放入口都唔驚整親佢哋，最啱晚期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。第二款都係呢個日本牌子嘅軟頭直膠匙羹，呢款係再輕身啲，餵一口嘅份量仲細，最細嗰個碼只係得13克重，就算老人家自己攞嚟食嘢都更加容易掌握。而第三款係可彎曲軟直膠匙羹，佢個手柄可以跟住手型隨意咁彎曲，最啱中風或者手部唔係幾靈活嘅老人家自用。第四款就係超神奇嘅日本閹不鏽鋼羹，佢匙羹底設計有5個粒特點，只要輕輕掃下老人家嘴唇同條脷，就可以刺激佢地口水分泌同咀嚼，老人家就自然會擘大個口。照顧老人家食嘢，其實係要好小心，最緊要多試多比較，揾佢最適合嘅餐具俾佢哋，同埋都要留意佢哋狀況變化，唔同階段都可能要用唔同嘅餐具㗎。